小啊，是在酸他小啊啊！是在酸他小啊！很会酸是不是啊？莫名其妙。我刚才靠背，西北啊啊！啊，今天让你开个场，他妈的，酸民一大堆，以后不开场了啦，以后不开场了啦，好不好？不凶就不凶了，是干你屁事吗？好不好？是干你屁事吗？来。你们这些都是酸民了，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会听我的，留下来，好不好？这些酸民就不要理他们就好了，不要理他们就好了。我是单纯开个场，他妈的，一堆嘛酸言酸语啊，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啊？好不好？我是说了，单纯的开场，单纯的开场，是在靠背呢，我要怎样是怎样啊，这也是我的台啊，好不好？这也是我的台啊，好不好？随便你们怎么讲啊。我的开场方式跟别人的开场方式不一样啊，好不好？随便你们怎么讲啊，随便你们怎么讲啊，好不好？智慧哥早安。今天没饭吃。来，酸民可以出去了。酸民可以出去了，好不好？开个场，他妈的，这酸民。
来，是我铁粉的打铁粉。哦，是我铁粉的打铁粉，好不好？是我铁粉的打铁，来刷那刷怒的那个锁掉，刷怒的锁掉，直接锁了，不管他是谁，直接锁。我管你是天皇老子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台是在卖艺品的，哦，卖艺品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有人在刷怒，直接锁，重新整理。我不管你是谁啊，好不好？你刷怒我就直接锁啊，哦，我不管你是谁的粉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没事了，出去了啊，没事了，出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没事的可以出去了。哦，1分钟，没事的可以出去了。哦，这里没有天风了。哦，这里没有天风，好不好？这没天风了，这里不会出现天风了。哦，你们可以出去了。哦，你哪张出去啊啦？哦，你们可以出去了，好不好？这里没有天风了。哦，一张出去了，要不要？看什么直播？看那个。我。这学妹。我这学妹。你要去哦，啊无你把我选民诱过好无？嘿啊，选民诱过好无？你开去选民诱过见？啊无我都袂物件啊！你拍选民叫我进来，竟然甲我诱过一下，竟然。哦，我不知道我惹到你们酸民什么小了，好不好？不管什么小什么批啊，哦，就纯粹开个场而已，对不？啊，这样一大堆酸民，不知道是在哈喽嘞。哎呀，有啊，有麦芽控灰机啊，你打3000+1啊，马上汇款，马上出货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有啊，我不相信你敢买啊，哦，我不相信你敢买啊，好不好？你打3000+1啊，哦，那一台最少可以飞到30楼高啊，好不好？买槟榔给我吃，结果为了人气不惜走中。你是谁啊？郭博记，你是谁啊？他是马尔济斯哦。我没有走中啊，我没有走中啊，我哪有走中？认真的啊，你打3000+1啊，哦，很大台啊，哦，很大台啊，好不好？
来，哎，帮我拿那个，帮我拿那个啤酒手珠。我看到我都给它抽掉了。我没有搞一些有的没的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只是纯粹纯粹的开个场，对不对？又没怎样，我又没有呛谁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呛谁啊，哎呀。今天要统一色就对了。来，今天的盒子不一样，今天的盒子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换一个盒子啊，换一个盒子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福字盒，福字盒，它是做镂空的，中间是挖镂空的，很漂亮，就碎耶，好不好？来，外面这个盒子，就。